我敢是自家嘅主人，我做得唔被别人控制，自家做决定冇。大部分嘅时间，我哋會講，當然我做得。唔過係講我哋因為太弱嘅，冇人好意思，個不將愛接受其他人安排自費嘅時間，嗰種做唔得做自家嘅感覺。其實我哋一時都唔會上手。一個人係安尼，佢嘅族群咩係？喺台灣有一個族群，永遠提問，我做得做出冇，因為嘅稱呼，甚至係對主人嘅角度來描述。故所人講因為係客人，對滿足最基本嘅生存條件。都做得本人接受，對透過反抗，能做得有平等的 TV， 就算都會見本人，因為還係會問自家，我敢有正經做自家嘅主人呢？回頭看台灣300年，客家人對客人成為主人的故事，一方面呼應世界上所有相對少數嘅族群。如何建立該難定義自家嘅處境，同時嘛表示每一個人嘅自我認同，如何來自一段該從嘅立場，向着未來嘅理想行定去。17世紀係地理大發現嘅時代，歐洲選取通向全世界海面等，建立起新嘅大陸，上傳嘅經濟帝國嘅版圖。1626年，英國新教徒初訂5月8號來到美洲開墾荒地。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是登陸了老中國東岸隔年有200公里海峽岸沿嘅一座小島，是台灣。該當時呢？台灣大體係原住民，連13000人死亡。對於中國來講，該是係一隻偏僻別國嘅蠻荒之地。直到1661年，台灣好點點被中國看到了，對荷蘭輸航那轉處理權。做乜解我愛用佢呢？因為中國人口才短短200年度，馬蜂是增加6倍，變做420人。話好像嚟提起生活空間岌岌。台灣呢，就從該出生活壓力嘅好所在。經過一開放老台灣最挖權嘅福建省做啲合法移民，加錢加番曬嘅福建人是想傳來到台灣開山打浪，落實生活。兩隻航空票兩批是本離台灣係遠嘅廣東人地道咧，所以講就算冇合法，機票呢也安全，坐天牌並素養。台灣海峽人講64361回頭，所以按到5水狗。因係一出講，台灣冇法度好些。你下台灣唯有按多族群嘅面容呢，是係該條前面股，並向鬼門關嘅人打造出來。祖先17世的时候来台的，其实我们客家人在广东那边也都是在山里面嘛，所以比较收成比较没有这么好啦，所以只好就是说为了生存就来台湾，
清廷当年是禁止客家人与女子这个从大陆迁台，所以以前有所谓等刷公无等刷马。他特别的禁止越人啊，哦，就是广东啊越人。其实他禁止的越人呢是沿海的，因为他认为他们就是海盗哦。那因为客家人也是住在广东，也是越人啊，所以其实客家人就受到波及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不能来台湾的，所以呢你要来台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偷渡。对冇家庭负担的老汉腳來講，監視是一單超，所以廣東人呢就是一聲，冇去圖過武術嘅，偷偷入到台灣呢監工做事，解釋從非法外勞強用冇身份，是做在接受自家嘅體會，老人有政策。我觉得他们可能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打算在这边定居，他们只是想说在这边有一些钱赚以后回去。所以其实一开始清出到六堆这一带的人，其实他们是春天来，秋天回去的。可是因为后来这边有地种了，然后有一些租谷可以收了，才慢慢有在这边落户的一些现象。就是因为其实清代台湾是属于福建省，所以其实那些广东省的人来，他们其实是外省人。所以他们等于是说很多基本的权利或什么就不是这么容易取得。以我们今天来看，他大概就是所谓的外籍劳工啊，只不过这个籍是不一样啊。现在的籍是国籍啊，你是越南的，你是哪一国的啊？在清代的时候，他就是广东的，跟福建的不同省级的移民。那么这些移民呢，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是受欢迎的。他的这个人数很多，他可以提供很充沛的这个劳动力。客家人勤劳节俭，赚1块要存8毛，所以他累积的这个财富的能力，他就越来越强。那对于福建人而言，台湾是福建的，所以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主人。反之，如果你是从广东来，那广东是广东，福建是福建，广东人跑到福建来，那所以你就是客人，所以主客就会变成在竞争，你有没有资格在这个新天地里面过生活的一个身份上很大的差别。城市冇穷用，語言冇窮用，人數也冇窮用，自然影響到福建人、老廣東人用乜嘢來看世界。人數漸樣面。講福佬話為主嘅福建人，開始撈幾條人下手，講客為主嘅廣東人按做客人。幾條遲到呢，自家真係兩隻變強社會嘅主人。這種地域社會的那個狀況底下，族群的混居是一種很危險的狀態，因為一旦一打起來，就是你在這個地方人數比較少的人，常常就會變成被攻擊的對象。解決這些爭議的方法，常是要靠人民之間大家彼此的團結合作，所以這個時候，講相同語言的人，或是有相同祖籍的人，就很容易結合在一起，去做互相的對抗。其實他們真的會很防備，所以他們的聚落文獻上都可以看到，他們就是會有好幾重的次族。客家話叫那族了，那個族子很大，就是把城牆這樣子用次族，比如說我西邊到東邊，就是用那個次族當圍牆。那麼老百姓就住在那個竹圍里面，那竹子1、2年就長滿有刺的，連豬啊、狗啊、貓要進出都很困難，不要說人啊。客人強下江山江天，強下傳到狀況。強下連流民間，加強防衛能力，透過在總條外，尤其係一層又一層嘅防衛建築來修復家園。社會上慢慢有強勢冷弱勢軌跡，是因為遇到一則歷史事件，社條憲風是有變化的。1721年，清國官員強守重水，老百姓沙沙司令火燭，天過望體炎，買賣納稅嘞。將處處人伊推翻體好嘞，台馬旁嘅反政府民變，
是对了下开始。片面压马莽的福建人注意过老庆阳讲的福佬话的广东人涂俊英，向下协总的30万沙发动革命，4月破竹，出兵向凤山议员官府去。那起初这个是人民对政府的反抗，那他也很快的几乎要推翻政府。因为清朝并没有足够的兵力驻守在台湾，所以他很快的就形成了对府城的包围，然后甚至就很快的就占领了府城以外的地方。然后跟他合作的另外一股人叫杜君英，因为他本来就在下淡水，也在六堆那一带，对，所以一开始这样子的一个反清的力量其实是不同省级，可是是同方言人群的结合。这两派人呢，本来在起事过后呢，应该强相福。不过最近实抢先老自家封作中兴王，因此呢，涂俊英佢什么欢喜呢？福建老广东族群的问题，实变到样样缩缩。局势略略变化之下，做统治者的人当然晓得而顺着那舌头。好好的利用，因为你看朱一贵他会打过来，你会伤到我的家人啊，所以我只好反啊，因为你是对立的一方啊，刚好是说，我们跟满清是同一条战线，要消灭他的啊。那这种保卫自己的家乡，当然如果有一个更好的旗帜。更好的民意，会更容易号召，那当然就是拥护政府。啲嗰片西佬成塊嘅廣東人，當強戰爭嘅自然生活，會破壞自家嘅家園，就老年代嘅西佬武力組織咗義勇軍，總共有6歲，也就是一下嘅6隊，形成了一條下淡水海嘅防線。日本清朝政府嘅軍隊有政治操作嘅空間，佢哋本義勇軍有出兵嘅正當性，按呢雙方就做得合作，共同平定動亂。1722年6月初9，第一下嘅高平海，朱一貴帶領鬼太城嘅軍隊渡過河壩出擊，12000沙6隊嘅義勇軍拿定皇帝萬歲爺嘅牌嘅。還有太清嘅義民嘅旗嘅，留亂軍困地前彈巷，四處血戰。有文獻記錄到，今日就死上千人，即10天過。國人民兵第一場慘烈嘅戰役過後，總算平定。佢哋統治者嘅角度來看，亂世平定呢，自然會將上支持政府嘅一方。故說清朝政府係總義天。用義民嘅身份，農村嘅老戰士嘅屍骨合葬，尊稱佢哋係為國家犧牲性命嘅忠烈英雄。其他無戰士嘅義民生存嘅權利，每認真按呢就得到改善。政府為了要號召還有獎勵這一群所謂的義民，當它是有一套制度。那這套制度是，如果你是個義民，你會有一個執照，稱為雜戶，也就是說承認這一群人在台灣具有，合法的居住的權利。雜戶讓他，要回去或要來台灣會比較容易，或者是說他們已經有一些人可以在，當地當一些軍官。台灣因為本來是福建省的一府。所以他的這個科舉的名額是以福建省的一府以及後來作為一個省作為單位去計算。那後來清朝因為客家人在動亂當中當義民，為了獎賞他們，特別在福建省原來有的名額之外，增設了廣東省級的名額。那對於這個非常多的原本是弱勢的這個來自廣東的客家人而言，這相當程度的就產生了身份的翻轉。原來是偷渡客，原來是異鄉人，現在變成是一個
保乡卫土的一个英雄。那这种身份的转变，当然就促成了南台湾的这一批客家人愿意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身份。结果戏呢，看起来是代表正义，不过是讲统治者利用弱势的一方来牵制强势的一方，甚至挑事提升其他的 TV 来维持平衡。安尼族群之间的冲突、让矛盾，就会使之到本人提问：到底乜人上是代表正义呢？在朱一贵事件发生之后，一开始是民变，可是后来民间底下就会有一些是方言人群的私底下的一些争斗。耕地有限，难免会有竞争关系，或者是有些时候寻常的小问题，比如说牛不小心跑到别人的菜园，或者是牛不见，或者是一些很小的争吵。我曾经亲自听过的和闽南人抢水的啊，那客家人他有9兄弟耶，9兄弟那边种田啊，结果隔壁就是闽南人，就为了抢那个水，打架打来打去这样子，这种情形很幸好他说，因为他9兄弟啊都是男丁，人高马大，出门都要带那个叫铁拳头，那个拳头上面有带铁的，你刀子来也砍不会断啊，因为有铁保护着。那打人的时候，就铁打到你，2个手都带着铁拳头，外面种田都要带着出去啊。其实也不止闽客械斗而已，漳泉之间的械斗，甚至泉州内部的不同乡冠之间的械斗，从来都没有停过。那偶尔碰到国家治理发生严重问题的时候，像朱一贵事件，以及差不多60年过后的这个林爽文事件，那这种反政府的民变就会跟分类械斗纠缠不清。1787年，林爽文又掀起大规模的反清革命，北台湾新竹的客家人林显坤故意摆用移民的身份，收拾各庄头的乡勇，总共5万3。老清朝政府探索平定乱世，也把清朝的乾隆皇帝和铁拍板书保重的牌匾都进和挂的新埔的移民庙行。分类械斗，特别是闽粤的分类械斗，以及后来的漳泉械斗，之所以会变得这么普遍，跟规模这么样的庞大，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其实很大一个因素是因为政府利用这些社会当中已经有的社会分类，来作为它镇压这些起义事件或者是社会动乱事件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补充军事的力量。其实不但请客家人，任何探索政府平定乱世的人，就会本政府封作移民。
除了广东人本皇帝书的保重，还有福建前族人係景義，漳族人係史義，平埔族人也本皇帝書的孝順嘅名號。不過客家人鐵壁真相，也就翻身嘅機會，四人物唔單槍保家衛國，還做得了歷代忠臣並列，故所人民就開始神格化，變做客家人獨有嘅信仰。參與林爽文事件的這一群犧牲者，非常多的小人物，他們後來被合葬在義民廟的背後。我們現在看廟上面的對聯或者傳說故事都很清楚。其實對聯的呈現大致上就是這所謂的義民爺犧牲的祖先啊，他本來是這個耕作良田的農民啊，破除賦累於鄉土的啊。只因為效忠土地，所以他們犧牲了。那犧牲的精神啊，永留人寰。這些小人物甚至沒名沒姓，可是在後來的春秋二祭非常盛大的祭典當中，他們卻得到非常高規格的祭祀。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呢，就更讓當地的不同方言人群的關係更不好，所以就會有那種好像說治時敏欺樂，就是平常的時候都是扶老欺負客人，然後亂時樂欺民，就說只要遇到民變或什麼，就有點反過來。客家人發嘅白工人人，爭取嘅合法嘅成分，不過我覺其他優勢促進競爭，還有更加強嘅經濟實力。底下位南台灣6隊嘅客家莊，因為有好嘅天然條件，再加上種族之間嘅團結，成為總算脫離貧困，也成為最好嘅利益。當時整個秦墾整個下淡水地區的土地，幾乎很多是不在地的，就是不是住在當地，他是住在台南府城的閩籍的地主。然後來這邊的說客話那些移民，基本上都是當佃農。他們其實算是佔到很好的位置，所以他們其實都是那種水田區，所以他們是最早有那種雙冬早稻，就是兩季稻作的地方。他們相對於其他的那個扶老的一些聚落，文獻上也寫說，他們其實是相對均富的。這個地方的經濟的發展已經到一個程度，所以他們有一定的發言權，也就是用我們現在的話語來講，它有聲量啊，它由純粹的客體，慢慢的變成這一塊土地的主體的一部分啦。6隊體嘅話應驗咗個2倍，左右超過18%嘅需求，還成為外州嘅經濟作物。20世紀的客家人自然就同其他族群相同，開始有引來引豐盛，想喺這片土地上長久生存下去嘅想象。18世紀工業革命加速歐洲帝國向全世界擴張嘅同時，英國作家狄更斯講，也係最好嘅時代，也係最壞嘅時代。也嗰種也講到1萬公里以外，正在面對族群關係緊張嘅台灣。嗰時嘅漢人，大部分係同福建、廣東來嘅，對人嚟講，繼續可以看累積財富係一個好嘅時代。不過，對比漢人做住台灣生活，本清朝政府係做反移嘅原住民來講，傳統兩體本漢移民侵佔起嚟，當然係一個壞嘅時代。清朝政府雖然喺台灣地圖上畫咗一條鴕鳥狗線，本該漢人跟原住民各自嘅生存空間作為管理嘅基礎。不過，喺實際上並未因此就相安無事。在我們記憶所及，就是土牛啊，土牛加紅線啊。過去當然土牛是挖起來的土挖起來的土，然後堆起來啊，就像一個牛背一樣嘛。更早一點，在康熙時代的這種禁止這個漢人越界的那種碑，那個碑都還在嘛所以可見呢，當時的
中央其实是蛮关心在西部的原住民族的啊，所以这条界限呢，也有一段时间是被严格的遵守着。可是很快的就太多的移民过来就翻过这个土牛沟逐渐往这个土牛沟的东边过来。面对汉人跟原住民的冲突，官府的兵力有限，自然就要以地方势力来维持稳定。擂台第三台，面对原住民有丰富經驗嘅新竹客家人江秀南，處理安陽嘅學士下輩，成為清朝政府支持嘅對象。江秀蘭是第1代的話，那到我這邊就是第8代。那江秀蘭在當時是在等於是九瓊林那個地方的一個總理，類似於我們今天所謂鄉鎮長的這種等級。那包含他之前去幫忙協助官府去捉拿盜匪啦，等於是說直接間接的在幫官府解決一些官府認為很頭痛的問題。當時就賽夏族的原住民這邊出草就是砍人頭了，就是搶東西殺人。那片土地曾經是屬於我們的。那明明就是我们过去呢没有别人阻碍的地方，就例如说平原就是我们猎鹿的地方，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呢来取回自己的土地，那么武力也是其中的一种这样子了，没有说那么容易的没有理由就去侵犯人家，没有这种事。就满清政府觉得，这个根本不安全，就要找人来怎么样防守这个原住民的这种侵袭。就发现江秀兰就开垦这有城，就和他讨论，他说最好的方法就盖了瞭望台，派人家在那边当警卫，他就是有很多的爱勇嘛，爱勇帮忙防守。對清朝政府來講，人們將要利用地方勢力來維持治安。不過江秀蘭遇上了那種亞種機會，擴張客家人嘅生存空間。也策略就會愛惜建水，一方面要求政府出錢釋愛，招募客家人做愛用，對原住民進行政法談判，跟愛線繼續向中央山脈推進。另外一方面，要同明白推進愛線過後得到嘅土地哪裡可以建。對江秀蘭來講，客家人增加耕地同家人，對清朝政府來講，唔是花太多功夫，就要韓國太平嘅極圖係雙贏嘅局面。不過對原住民來講，就會面對被異族同化、失去自我嘅命運。所以那他們就去要求國家要把這個愛線要去做移動，就是要往內城去移。可是我們知道，這個往內移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反彈。這個反彈就是他用更激烈的方式來保衛他的家園嘛。當時那個現在的那個熱兵器已經出現了嘛，像那個鳥铳啊、槍這些類的都已經出現了。那時候的原住民族也就是簡單的那個我們的山刀跟弓箭而已嘛，而且是初級的弓箭，這是打獵用的，不是做戰場用的就只好逐漸的退這樣。那當然有的人沒退，我有一個過世的一個長輩，他曾經跟我講過，過去我們也曾經是驍勇善戰過，那些這個有充滿熱血的人都死在了跟漢人的對抗上面。這個時候只能再往裡面退，這樣我們活動範圍就很快的就逐漸縮小了，這樣子。對清朝政府來講，處理漢人跟原住民之間嘅衝突，雖然頗麻煩，不過亦很高彩意，
地板土扩张之后，做了进一步做马嘅。古说135年，清朝政府收取江苏南港河洛人稻谷，成立金广福建河。对名嘅就看得出用心，金就係川太监，廣就係廣東人，福當然就係福建人。中央政府委託民間兩大股東成立土地開發公司，想要創造最大嘅經濟收入。那我们都知道，金廣湖本身是一個武裝移民，它是一個武裝特垦，用武力逼迫這個地方的原住民，要不嘛接受漢人，你可以留下來；要不嘛你就離開。江秀蘭當時所處的環境其實是蠻特別的，對，因為他一方面要跟在新竹城裡面的閩南人去做溝通，再來一方面就是他所處的在九瓊林那邊的客家人，那這兩個族群之間的溝通來講，其實是在當時來講其實是有些困難的。但江秀蘭處在其中，那他本身具有客家話跟閩南話的溝通能力來講，應該可以說找不到第二個人可以具備這個能力。這是一群以這個江家為主導的家族性的組織，聯合起來聯盟的結果。他們各自以認股的方式參與了金廣湖的開發。就政府要開墾這些地方，委託民間去開墾，他就用現在所謂的 BOT 的制度嘛，就委外。那官方有沒有出資？有，出一點點。那當時我們就要按照文獻記載，官方是出1000塊。那閩粵各出多少？12600。其實城裡的閩南人興趣不高啦。你去買那個還沒有開墾，而且所謂的生番反這個力量很大的，你會不會成功都不知道的。反而是這些原來沒有土地的那個在鄉的粵人興趣很高。所以剛開始說要募資3萬元，越級的一下子15000元你錢傳修班北湖可是城裡的商人呢都不願意包括國家的官方的力量一直要你去幫忙的，他還是要算勝博愛怕怕的打算盤。基本上他的目的是投資，他把它當投資，他不是親自到這個地方來進行土地開墾。他分到土地之後，他就再找人去開墾。那誰去開墾？還是粵人去開墾。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金廣湖之後呢，大概這個地方就變成粵人的天下。短短50年，江湖將能金廣湖建河即刻開墾3拿之年，除了有7家的銀行、學校同軍隊，還參與其他客家莊共同參與草橋鋪路、大水圳、起廟也條公共事務，累積了相當深的實力。那到底那有多寬的土地呢？那怎麼管理呢？這樣子，它都是在一個村莊一個村莊設立分管，金廣湖公館在那邊辦公，他發愛用的錢，收租人家抽稅，這樣做這些事情。那江家的那個主人，假如你要從他的家裡一個公館一個公館巡視去走一圈，3天走不完啊。你可以把江家視作是一個封建時代的一個領主那個貴族小國，或者說日本戰國時代那個藩主。一方面，他可以去保護他底下的領民；另外一方面，他可以利用這個領民的資源，再去拓展他自己本身的勢力。從這個角度來看，金廣湖的這一個事業，幾乎可以看成是一個封疆大吏這樣的一個角色，然後有武力後盾，有商業的技巧，非常強力的往山上擴張的一個階段。
提清朝政府透過金光復得到利益嘅事件，啥無法度預測歐洲地嘅愛用韓國較強烈嘅船炮政策，愛同台灣納入全球貿易基點嘅現實。1856年，英法聯軍攻打中國。1858年，同清朝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北台灣淡水港因為安尼，喺1860年高浦江開港，同世界嚟做成立。1868年，英國攻打南台灣嘅安平港，逼定中國開放中俄專賣禁令，兩場戰爭又按到中俄戰爭，冇唔錯，兩場為到中俄。江家真的致富是關鍵是到了第3代江榮華那一代，他是利用這個土地上的資源，在做進一步的發展。那這個土地上有什麼資源？當然最大的是樟腦。我這邊就有一罐樟腦呢。這個樟腦沙，其實以前它是可以驅蟲、可以止痛，它是可以受傷的時候，樟腦油塗在上面，生肌止血。它是賽璐璐片，也就是電影或者攝影的膠卷的一個原料。它變得更重要，變成軍事物資，是因為這一個黃色炸藥的被發明，它需要樟腦去把它的穩定性控制下來，所以樟腦就因為變成軍事的物資，它的價格就一層一層的高起來。對於食飯方呢，平常需要準備槍藥嘅啦、砒霜啦、天然愛用到嘅賽璐璐嘅膠卷，到戰爭愛用到嘅無煙火藥，一條原料呢都需要樟腦。也就係全世界用嘅路上嘅同抗中路線嘅親密節，參與到台灣三亞嘅原因。全世界最大的樟腦產區就是在台灣，因此對於平原生活的漢人而言，抬頭看着山上，基本上是對着那一些資源有很高的那種想望，會想要進入山上發展。以前的老樟腦樹大得不得了呢，我常聽他們講要10幾個人才能圍起來的老樟腦樹，可是要採樟腦是極其危險的，那一桶樟腦是提着人頭去換來的。可是當這個生番，所謂的生番剛開始初期反抗很厲害，慢慢的就弱化了，後來就改為慢慢的會有協調了，所以當時在南部有個人叫姓莊家，看中的原住民區域裡面有一棵大樟樹，就按原住民商量，用1頭牛和他換。另外一個條件呢，就是什麼？就是說，當他蓋房子的時候，一定會殺雞殺鴨嗎？會煮豐盛的菜來拜神要吃。這個時候每個月會一次，你們原住民就可以去做客。原住民果然就應約1個月初1啊，就去了。第一次去2個人，不敢全部去啊。果然大招待很好，有肉有飯有酒。第2個月有5、6個人去，第3個月啊，整個社的人大大小小都跑去了。蘇那水漲紅，心我思落用，伢家天當歌，水旁塔，吹到鬧湧湧，西歐行路紅，街條紅米上白夢，希望甜板米薄破，有水的小路路噴噴香，西阿妹年那中風，上古國家了，可用小面幫茶香，向你騎來記，12萬23個夢，路不靠路去，一向來人一快樂。平地的這個樟腦陸續的砍完之後，就慢慢的就往這個山坡地往這個內山去開。那麼這個原來樟腦樹生長的這一個坡地，它就變成把它整平以後，就開始種茶樹。這個客家人因為這個地方的
经济产业，茶叶跟樟脑的一个产业，为客家人带来了非常丰沛的这个经济利益。客家人合作开垦，出叫全世界都相爱嘅保障，经济实力发展的又强又好。本岸的客家人可以同好多人有相同嘅 TV， 共同成为一块土地嘅主人。不过呢，其他地嘅看到清朝政府确定安度嘅利益，自然就想办法来抢。1867年，美国商船罗美号对台湾屏东吊带嘅，13月3日本原住民死死。3年1871年，日本宫古岛嘅船呢，每发生66个人登陆，54个人本原住民死死嘅事件。日本帝国以为出兵台湾嘅好理由。1874年，日本攻打台湾原住民部落嘅牡丹沙事件，本清朝政府发现，香港按你持续收集处理汉人界线之外嘅原住民事务，面对按你嘅外交纠纷，就会出现改态嘅国土危机。因为清廷的主张，多少等于。中央山脉周边原住民所居住的领域不在中国的领土范围，那于是就给了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个合理性，所以这是一个无人的领地，那先占就可以成为领土。其实罗妹号应该只是意外。可是牡丹社事件应该就是，其实日本是对台湾是很有企图心的。后来因为这样子，他也知道国际对台湾可能很觊觎，所以他就想改变一些政策，然后派申报真来。其实后来就采开山抚番的政策。那所谓的开山抚番，开山就是要开发山林资源，抚番就是要使得原住民成为国民，台湾就独立于福建省，成为一个新的省。那第一任的巡抚，就是刘铭传。刘铭传来以后，发现这样的大的这种经济利益，所以他变成下令啊，要国家自己来经营，不能给商人来买卖哦。当时清朝官方的掌权者来讲，其实是不希望这个台湾各地方这个家族势力做大，所以要去打压。你江家怎么办？很多的爱的负责人就联合的这些爱要去跟刘铭传讨价还价，就是跟国家政策对抗嘛。结果是什么？我想现在你都对抗不了了，更何况在那个时代，对不对？1874年。清朝政府将两沈葆桢同台湾嘅山地交通串联起来，原本界外嘅原住民领土正是南日本台湾省来管。1886年，刘铭传实施开山抚番嘅政策，改善爱用，详细测量土地来征税。本来该封省嘅公务员一下变强就冇去咧，财源马冇去咧。俩嘛表示，俺哋客家人抗中势力嘅好时代就安尼停下来。不过，正经嘅危机难爱开始。1868年，明治维新嘅日本，经过20多年嘅国力提升，一定同目标看向台湾。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过后呢，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清朝政府果不将同台湾直接割让本日本。对南外面对抗中时代停止，又会面对失去主体嘅身份嘅客家人来讲。危机感改强。1895年，台湾巡抚唐建祥成立的台湾民主国，独立建国反抗日本军队接收，爆发日美战争。不过呢，双方的武力真差太多，日本兵10日就接收北台湾了，反抗军呢因为总统撤诉就散去了，没军队来抵抗。日本军队自然认为继续向台湾南部来接收会十分的简单。1895日本要接收台湾，一点都不像接收所显示的这么平和，是经过着非常激烈的战斗。那这个战斗对日本政府而言是始料未及的。那么当然，客家人对这
我在大陆来到台湾一开始的时候人很少，二等公民啊。那现在日本人一来，我不是被日本人管理吗？我原来建立的这样的财富也好，地位也好，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又不是变三等公民吗？对日本的恐惧，那个就是不管是北客或是南客，他们要发檄文的时候，就是公告的时候，都会说日本人可能他的猪也要抢，牛也要抢，然后妻子也要抢，土地也要抢，房屋也要抢，不认识就会造成恐惧，你就会觉得那个新来的统治者很可怕。向南接受嘅日本兵200多土松苗山区呢，日本本来因为爱防范有准备武力嘅客家人用埋伏嘅兵力突然攻击，造成重大伤亡。两套两架前嘅反抗军嘅人呢，就是金刚福、ken树、强秀兰嘅设备，让19岁嘅强小组。其实他们很难打，是说他们会伪装，他们文献上都会写说，他们都会先说我是。顺从的，可能先举白布，可是后来马上就是日军的很多记载，就是说什么一翻脸，他就已经变成他的敌人了。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是顺的还是，所以他们才会有那种无差别的那个骚掠的一个那个政策。就是我大概也不相信的，我就是整片烧。日本军冇配到行因为反抗，所以佢就增加大马区全界破碎，青年处事领案。新竹东门上上站过后，在金条山已经敏感度，强少族老天然气嘅义勇军，本日本军围堵黑黑，弹尽援绝了，没有子弹啊，那关起来审问，要抓领导人就江少祖，江少祖大家都不承认谁是江少祖了，那日本人问不出来怎么办？就派人到北部抓他的太太。他太太就被绑起来，枪对着他的头，要他讲江少祖有没有逃回来，他都大义凛然说没有。可能义勇军无法度咋个抵抗，日本军当然成为杀到卡跳嘅强少族。据了解，义勇军本人被夺人数跳空之后，佢就开始병火烧窝，成为被二了解义勇军跳空。强少族是在该地步，佢决定会吞鸦片自杀。为时今天，佢老一地三脚查下来，写了一首词万诗，变首故军词日记，救非创团时可地，难以因为国家己，其可挑战抗体日，佢用了条诗表达为维护正统嘅决心。就是他那种传统的儒教或是科举制度下来的知识分子，他怎么可以降倭降夷？我觉得那个对很多会这么奋不顾身的那些人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说人家说的那个乙未的北客三杰，叫江少祖、徐襄跟吴汤兴。江少祖很早就停在新竹就没了，可是徐襄跟吴汤兴是一直往下打，他们打到彰化的八卦山之役。吴汤兴在那边阵亡了，然后徐襄还再继续往下打，然后甚至还跟六队有所结盟。如果说只是为了保卫有形的一些产业的话，你可能不会这么奋不顾身。我用版并起老国家嘅连接，了200年并来嘅地位，用作得本人脱走，唔但像为匠心战争为手贴一切，所有人。海内面对万人主义之后，连自家係马沙都冇敢抹杀。一台电风扇天际，天空变多暗巴去。瓦头出口寒冬然，眼泪已暗动已离开。陌生面对嘅难题，该总上下笔，在一起表演。
世纪初，欧洲提过同志人办这世界，未影响到本人市民嘅土地方，记到大三人嘅身份认同。日本首相台在台湾生活嘅人来到解门，原来我系中国人，也系日本人。海嶺前の台湾は清国政府より治外高等として放置され、その住民は海の民とさ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かるに海嶺とともに鉄道、港湾、交通の建設改修、通信事業、衛生の管理、全く赤日の面目を一新す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ります。格のごとく単日月において好成績を上げた者は世界植民史上に稀でありまするが、これ筆境我が虽然日本党上网在台湾推动现代化，本台湾变到汉雅文明，不过日本嘅内地人、老台湾嘅本岛人，这两种人是党明显冇平等，年冲年久，不但就待在这多方，大概族群嘅人，渐渐呢，却有了印尼系台湾人嘅意识。1921年，台湾开启嘅对岸嘅母国中国，广东汉人孙中山推翻了清国。建立了中华民国，来对抗日本为了抗台嘅台东亚强涌县所发起嘅侵略。台湾人嘅认同问题是在日本老中国之间，故不讲局促沙条，近来近难。1937年爆发中日战争，本旦战场单单是在中国境内停停。不过，1941年日本攻击美国海军基地金珠港之后，13幕国家太平洋地区是眼皮变战场。该当时嘅台湾变做日本统然南洋战争嘅第一线，开始来做封面化政策。消息台湾青年去做兵，韩国绕口台湾人来讲日本话，改日本名，为台湾人变做震震动动嘅日本封面。直至到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老冲起第2粒原子弹，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对日本手转到中国手，台湾让总算又倒转去母国。做得咋个一摆做中国人，台湾人自然是挑茫茫的期待。迄时咱的领袖蒋委员长，也就是咱现任的总统，伊领导全国军民抵抗侵略，经过8年的抗战，将日本打败，所以咱的台湾重新回到咱的中国的怀抱。蒋总裁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全国6亿人民一致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台湾被光复了，大陆人要来了，他们其实是很期待的啦，但是只是没有想到，在港口一进来的那些部队，就是破破烂烂，像乞丐一样吗？锅碗瓢盆都背在肩上，雨伞扛在肩上。他们对这样的国家能够打败日本军，不但觉得怀疑，甚至产生了失望的感觉。34年10月25号，由我国收回台湾澎湖，沦陷50年的台湾重回祖国怀抱，万千的台湾同胞再见天日，重获自由。就是因为伴随着这种很高的这种期待的心情，就有另外一个层次的落差。那个层次的落差就是，日本跟中国文明的程度、科技发展的程度、国家的发展程度，日本是高于中国的。台湾人被日本人统治50年之后，已经形成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习惯。你两个是怎样来拍起来？无啥代志，我反正伊先继续我拍，你无骂我来拍。你过来，你
你有看到因两个人，什么人在什么什么人？随我先讲，嘛是什么外省人，后来伊才嘛是什么台湾人，两个先亮起来，后来就拍起来。头先上课的时阵，我毋是甲恁讲过了，咱是黄地子孙，台湾的人拢是大陆来的，大陆甲台湾是袂当分开的。所以即摆起，恁两个人毋通搁再冤家，来握一个手，握手。你即马上学堂内底咧读书，会咧讲太自由咯。但是想讲要读什么书，就有什么书通好读。过去国语以前根本就无法度，就是省政府内面嘛是真侪咱台湾人，所做是拢大官哦。这就是因为咱拢是黄地子孙，都是同一个民族的关系。过去日据时代，咱本省人受了日本人的压迫，根本就讲袂到平等啊。虽然国民政府经宣扬伫台湾的本省人同对中国大陆来的外省人之间的平等，不过伫台湾人的角度来看，事实啥唔系安尼。高级公务员如本外省人尖枪枪，歧视台湾的知识精英。最好呢，咱讲国句哦，那上好。哦，啊那安尼要演因听话，观众都看无安尼。一时之间哈，恐怕是没有办法，要慢慢来。没得慢慢来，你们已经很幸福了，回归祖国了。我们呢，真打不完。先是日本鬼子造孽，现在土巴诺来造孽，这娘的长征万里，家家亲儿不知死活了。1947年2月27日，伫台北太平镇发生了一个专卖口茶室实验所开创的大新人的事件，一下民怨爆发，群众18度公卖口，并火受派出所表态抗议。第二日2月28日，全省发起罢课、罢工、罢市，要求政府按严判茶室人员。不过，保卫台湾公司的人权被机关枪扫过以后，有些情况演变做全都的本省人跟外省人的冲突。接下来，1949年，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内战，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战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带领中国各省高达100万的居民撤退到台湾。大量来到台湾的居民，一夜之间改变了台湾的社会结构。为了要巩固来台领土的威权，总统蒋介石就用瓦解伫台湾的共产党势力为理由，展开大规模的清乡事件。知识分子本人监视关起来，甚至冲杀，台湾开始进入白色恐怖的黑暗时代。反正就是完全以优势的兵力来压制你台湾人啊，那你稍有嫌疑、稍有问题就把你抓起来。像我父亲在1947年办的文友通讯，他只不过是以我父亲写信去邀几个本省级的作家，大家内部的一个交流而已。那有一天他们在一个朋友家聊天的时候，突然大批警察就来包围了，好几个人都被抓走，只有我这个姑丈很机警，从厕所里面跳窗逃走了。这么一躲就躲个1、2年。当时也有好几个城里面的亲戚朋友呢，躲在我们乡下去啊，就是我们帮他躲起来啊。所以呢，其实对于那些像我爸爸妈妈那一代的人来讲呢，其实是惊弓之鸟啊。像我的岳母啊，那个时候呢，就他的哥哥呢，他也参加了这些活动，结果呢，警总就派人来把他抓走啊。我的岳母呢，就从楼上呢看下去呢，看着自己的哥哥呢就被抓走了，再也没回来了。
国国民以无比的欢欣，庆祝总统蒋公当选连任中华民国第4任总统。每个人都一心一意地紧紧地跟随着他们敬爱的领袖，为建设台湾反攻复国而努力。因为台湾在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台湾人的认同，那现在中国来统治台湾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中国的境内，那它只是一个国家统治的事件。可是当它发生在台湾的时候，就不经意的引发了台湾跟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那这样的关系对客家人来说，又有更五味杂陈的情绪在里面。做唔得自由发生嘅人，全部留喺此地人。谈论新政权来到也嘅外省人，纵观了3岁之年，直接骑上族群最高阶层嘅事件。台湾嘅客家人就不得不问自家：，我哋喺本省人地位少数，为根治此一点冇？在族群嘅冲突之下，我哋嘅 TV 又係啲哪嘢呢？在本省人同外省人对抗嘅时节，本省人地位最占优势嘅河洛人，自然可以同自家定义做台湾人嘅代表。同样係本省人，不过唔曉得講河洛話嘅客人，就變做一種又係台灣人，又做唔得代表台灣人嘅特殊身份。據我的長輩說，那時候客家人在台北或者是大都市的地區，因為當初是以都市的講閩南話族群的人為主，所以用閩南話跟你說，你如果不會說閩南話，他可能就會施加橫暴。那客家族群在外省族群跟閩南族群之間碰到的情況就很尷尬。就像他們日治的時候，不管是鄉土文學，說我們台灣人應該用台灣話寫我們的那個，可是他們的台灣話都是閩南話，他們把台灣當成自己是主體的時候，他相對的就排擠了客家，他會讓客家很難自處。同河洛人相比，在身份上可能更難自家定位嘅台灣客人，面對太遷徙來台灣嘅外省人，點都可以對花式差唔多。文化也相像嘅外省客家人產生連結，亦帶來客家一個詞彙，改革就本人普遍使用。客家人也成為那個族群嘅統稱，一直到今。外省客家人在1962年創辦苗友日刊，大量收集大陸客家人鄉嘅風土民謠，2年後改名中人日刊，繼續來群台灣同中國客家的親群關係。所以當時外省客家，他裡面寫的內容，當然就以他自己家鄉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呢，把它訴諸文字啊。慢慢的，我們一般年輕人本省客家接觸到這個之後呢，也才慢慢了解我們客家文化的一些來源。那1960年代，台灣因為在聯合國問題上面，聯合國的那個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已經開始受到挑戰，所以當時國民黨感受到政權的危機，他也開始意識到海外台獨運動的發展，因為台獨運動的論述就是台灣民族是一個跟中華民族不一樣的一群人哦。那以前當他沒有這種危機感的時候，他不太管這個事情。那60年代因為有這個危機感，所以他才特別要把台灣人跟中國的關係重新拉近。文化可以來源台灣同中國的連結，調是強調客家人移民全世界的歷史，還強化了一種全世界都有客家人的歸屬感。台灣客家人長期身為弱勢的感受，天天呢就有細胞的改變呢。全球各地僑胞身在異邦，心懷祖國。每逢10月，他們扶老攜幼，萬里歸來。
当此国家多难之际，侨胞们回国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他们以实际的行动支持政府。这一片热爱国家的赤诚和国内同胞对政府的坚定信赖，已经凝结成一股沛然而莫之能御的力量。这正是四海同心。台湾的客家人好不容易不再感觉到自家係边缘出群的世界。國民黨政府稍微到去鞏固實體意識，推動國語政策，又同台灣的客家人送上一年唔間係身份也唔間係的命運。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本省同胞遭受了日本人50年的文化压制，年轻的一辈只学过日语，不懂祖国语文；年老的一辈只会说方言，对国语也是一知半解。哎呦，谁啊？快点！我发誓不是我，我发1、2、3、4，那个红五角台语。就国语制度了哦，所以我当老师，那个要求学生一定要讲国语，在学校不可以讲方言。那讲方言被抓到，有个牌子挂在前面，请说国语。然后你下一个听到人讲方言、讲客家话，你就把牌子给他，这样子传下去。当然，有的老师用罚钱的方式，不过大家都很穷的，交不出钱来，就只好挂牌子了。不但挂，而且要罚站、示众，那是很丢脸的事情啊。当时那种挂牌子的威吓效果啊，所造成的阴影，一直到你长大还在。不管是福佬或者是客家，它基本上都是方言都是被打压的。然后可是因为福佬的人比较多，然后甚至虽然在政策上它有一些方言限制，可是福佬的一些电视新闻它还是有的，其实客家一直都没有的，所以它又更相对的更弱势了。中华民国自1949年在复兴基地的台湾实行土地改革后，解决了困扰近代中国最严重的土地问题，开始摆脱传统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化经济迈进。戰後，全世界都在強調經濟的復原。東亞4小龍之一的台灣，都市化國家，原本喺地鄉下的客家人，也不得不移民到以河洛族群為主的都市去生活。為到唔會本人排除在商業社會的權利落背，客家人將可以講華語，也係學河洛話，讓個好容易批。在鄉下的時候呢，我覺得我在關西呢都是講客家話，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啊。可是呢，當我到台北來或者到新竹市的時候呢，我就發現我是一個其實是一個弱勢的族群，大部分人講的話我都聽不懂。我個人是覺得，如果說露出自己是客家人的話呢，常常閩南人呢會很快的就表現出那種臉色都不太一樣哦，你是客家人哦。尤其在都會化地區，你要在都會化地區謀生活，吃的一個工作，你就不得不學閩南話，你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客家人身份隱藏起來。以我自己的經歷來講啊，例如在公共場合啊，我打電話手機跟家裡聯絡的時候，父親或母親都會用客家話跟我講話，他會問我，這禮拜回來嗎？下禮拜要轉來了嗎？那我應該是用客家話說，不要轉去哦啊，但是我會不敢用客家話，我會跟他說，我會回去。台灣客家在1970年代面臨到語言消失，在都市地區身份也消失，家鄉天然放棄的危機。客家後生人漸漸開始思考，我愛讓佢重新做主，做讓佢的主人。
会记，菲比诺山。1970年代，战后出生的后生人，陆陆续续想要起出来，争取民主体制、性别平等、发展和平，想要加等公民运动，表达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就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中国的代表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过后，一股公民运动的浪潮未开始冲击到第8色恐怖时期，生发了20年的台湾人。那时候，党国的专制的体制已经稍微松动了，那民间的觉醒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这个时候，本土化运动，崛起。那它通常就表现在这个实质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1977年，因为义父国民党严重献计走票，引发了中立事件。撒等1979年，在高雄诉求民主的游行演变作警民冲突、东洋冲的美丽岛事件，党外运动更来更升温。总算在1986年，台湾出现了第一个蔡亚政党。民主进步党自从台湾嘅前途爱自家嘅天，建立台湾共和国。台湾民主主义强烈嘅重创嘅美山人嘅认同。不过，参与到其中嘅客家人，才发现了一个新嘅危机。在反对运动进行嘅时节，从事了河洛文化主导嘅发言权，河洛话变做台湾话。河洛人就是台湾人，就算有众多公民运动的两手的客家人，在高本以中要面对河洛霸权的情况。党外运动起来了，很多场合呢，我们看这个闽南人讲话，阮台湾人是安怎了呢？哈，阮台湾人是安怎？全部上面这都用闽南话讲，阮台湾人安怎？拜托你那个什么？中立事件，许信良是客人呢？你哪安呢？然后许信良先生到了苗栗、桃园、新竹地区讲客家话，底下就用闽南话说“讲台语，讲台语”。我的一个姑婆，有一天她的小孩在外面哭着回来，跟他打架，他被那个小孩邻居小孩说他是。贴我架，他说我要听他就不爽了，就跟他对方打架啊，所以他可能打输了，这样总是打架，就哭了回来。据说了，我的姑婆就做一个决定，从此以后，不止在外面不能讲客家话，家里也不能讲了。客家人过去的这个方式就是生存哲学，我不吭声的，你骂我没关系，生存重要。他们慢慢觉得。那其实客家人虽然作为本省人的一部分，但是好像自己的语言跟文化的独特性，甚至他们的历史记忆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说实在，我们当时想说，就因为自己有这样的遭遇所以呢，你看我们几个媒体的客家人大家就知道客家人的时候都会下来哈啦哈啦这样。就聊天的时候这样几次以后就说那我们干脆一个人出5万块办一个杂志，让客家人出声发出声音。1987年7月15日，在党外民主浪潮的压力之下，执政的蒋经国总统总算宣布解除禁令，开放党禁、报禁、示威、结社、老言论自由。也是反对运动的大胜利，客家知识分子自然而利用一个机会做对的事情。同样今年的10月份，客家风云杂志创刊，开宗明义就显示要争取客家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应该要有的地位和尊严。也来条摆的中年杂志专门写中国沿用的客家文化无共用。客家风云杂志完全是聚焦于台湾为想象范围的议题上。
因为呢，我们办了杂志以后呢，当然其实客家大佬的纷纷捐款呐，哈，一个开计程车的司机，每一个礼拜。好，然后我们要出刊的时候，都会来杂志社帮忙啊，打杂啦或等等，反正就是说，我们就呼唤起那客家人那个底层的那个需求，我们自己出钱，我们登一下电视啊或等等的，让人家知道，哎，有客家风云杂志更快啊。可是广电法20条是不准方言，禁止方言在那个公共场合播出，也就是。那一年，义民庙刚好是200周年，我在典礼当天做报告的时候，我就呼吁我们以现代义民军自居，然后捍卫我们的语言跟文化传承。那我们演讲的时候，那个一些老人家们站在后面不敢靠近，都有一点害怕。等到讲完，这些老人家过来。每一个塞红包，我们只是希望说，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时段登个广告，登我们客家广告这样？那当然了，就去了几次，1次、2次、3次、4次、5次、6次，这个新闻局的态度非常非常的恶劣，还有时候爱鸟我们不鸟我们这样啊，我们就觉得说，哇，客家人啊，真的是被人家踩到那个脚底下了。好，我们几个啊，就说好，那我们就上街头吧。身份可能做得唔本人知，不过思想就冇法出来。为到爱争取族群嘅平等权益，客家人决定冇爱抗起来咧，决定爱行上街头，企出来。1988年，10年28个年，来自全台湾的客家人有6,700，计条去伫台北市国父纪念馆举行游行誓词，回路的顺定忠孝东路向前行，向等新门口来前进。当时我们预计是好像200部游览车嘛，一个地方谁负责谁负责谁负责。然后我们一路走，我们一路这个要求乡亲站出来，也有人送汽水来给我们喝，一路上都有，然后越走越多，越走越多，终于让台湾的人知道客家人生气了。其实我本来也会很担心有人来闹事，就发现很多地方啊，就我们走过去，那楼上还那个跟我们招手，加油加油啊，加油加油，这样啊，就觉得就好感动啊，你知道？其实台北市很多隐藏性的客家人，我是客家人，有客家话的发言权，我是客家，我是客家，一路上喊着去。我们有说话的权利，我们有讲客家话的权利。人做不过来才台湾的手术，赶紧，我是大后卫，以后一万个多。行到终点嘅时节，已经有150客家人其实都给骗咧。记者向新闻局提出废除《公天法》方言限制嘅诉求，运动总算和平落幕。不过，规则运动亲自得注意嘅系老建立中华民国已经过成60年嘅国父孙中山，看中容易中两岁延伸出来嘅意义。那我记得那次比较特殊的，一辆车上载着一幅巨大的国父遗像。孙中山是客家人呐，很多人这样说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更能够反映出客家人的当时的困境。因为你禁止客家话，就国父不能讲客家话，这对吗？这个语言政策对吗？即使国父孙中山活在当下，他上电视也不能用自己的母语。其实，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对于走上街头是充满着疑虑的。那于是
孙中山变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象征。当把孙中山的头像高举的时候，它就像国庆日的游行，所以它是支持政府的，毋庸置疑，因为这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可是又让孙中山戴上了口罩，所以也就是说，一方面强调了台湾客家人作为中国人的一份子，但是又诉求了客家话应该大声的在公共场合出现，所以某种程度折冲了台湾人跟中国人这两个矛盾。事实上，第几站认同刺客是中国人的比例，仍然超过认同刺客是台湾人的时代。客家人为了要改革语言政策的反俄母语运动，每当有可能本人结束咗反政府的政治运动，故所此言的高长度中，爱动声音，保持中立。毕总讲，私采使用加用到采压民进党累积嘅运动物资，不过啥做唔得本民进党主席支持。又毕总讲，反对执政国民党嘅2年政策，啥行咪邀请国民党嘅政治人物来参加，甚至诉求嘅层次都爱超越客家人自家嘅需要，转化做各族群嘅需要。因为客家人在台湾有400万客家人，有民进党的，也有国民党的，也有中立的，就是他无党无派的。你要是说把他贴上的标签说，他是民进党的，或他是国民党的那我们这个身为客家人啊，这个子孙啊，我就这个会悔恨一辈子了。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准备2条的那个戴在头上的布，一个是还我母语，一条是还我客家话。其实最早，据我了解，后来了解，他们是要说还我客家话，他们发觉这样子格局太小，所以最后临时又做了还我母语这条头带。先去肯定你的母语，没有先去区隔你是什么人，是有策略的。我觉得啦，大家愿意去尊重母语的人就很好，所以也显现出客家人对于不同母语的尊重啦。不过这是很客家，因为客家人就是你要生存下去，你不能先得罪别人。我认为天意未来的战场，一方面是替中国侵犯之下的身份表态，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替台湾主体之下争取权利。面对政治现实，客家的认同天作要回应一个选择，就是我定嘅未来想要做乜嘅身份嘅主人。1996年，本省人李登辉升为总统，接受28合学院提出国会全面改选的诉求，要求等于是1949大清洗以来的各中国外省代表，无法度再过代表台湾民意的台湾本土化路线将会成为新的主流。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成立10年。我坚信客家人是台湾的主人，我愿意立足于我俩的土地蛋糕，为了侵占我族群的尊严。QQ 第2年写台湾人三部曲的客家习作家钟秀珍，同一群知识分子，咪按算要对中原客家还是台湾客家争论无停的认同问题地位跳出来，佢就成立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同母語解放、文化重生、奉獻本土、民主參與拿來做主要的論述，提出新的客家人宣言。台湾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成立的時候，他們強調就自己是一個新的客家人，這個新的客家人就是要跟原來中原的論述
做一个切割。新的客家人表示说，我已经不讲以前的就什么时候到现在呀那种的旧历史就不要了。我们客家人从台湾的客家人来谈，这就是客家运动之后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台湾客家人新论。我想钟老提出这是一个很有批判性的一个看法了哈。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它是有意的，就是你要参与公共事务。其实公共事务在当时不敢讲清楚，就是参政，就你要参加到台湾的政治的活动。他当时就成立了助选团、助讲团，自掏腰包啊，那车子开着全台湾去助选助讲，不见得一定客家人啊，就是支持对客家友善的。只要你认同他们助讲团提出的理念，他不分闽客，他都去帮你助选。一种选票是表达客家的意志，大部分人的选票就做得抽身改变。新的客家人注重唔单枪支持客家人，要支持其他族群的政策人物，唔是希望唔对那未来，是爱参与，唔做得比客家的权益贡献物嘅。在选举期间，强势板块竞争一定会同弱势板块绑过来。故所有嘅时间，各党各族群嘅候选人，唔单将象征提出客家政见，甚至还提出客家嘅血统同客家嘅连结，要积极参加移民制，表达对客家移民嘅信仰。当然，为到击败在族群冲突之下牺牲嘅客家人争取嘅移民们，经过时空转变，也变做各候选人显示追求族群合作嘅中心。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啊，客家人呢就被特别的关注到啊。很多到了选举以后呢，会讲我是客家人，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他有客家血统。就忽然间感觉到客家人好像醒过来，很多竞选总统啊什么的哦，只要有做梦的，大梦小梦不管哦，都会来移民庙参拜。阿辉啊，卖讲伊是客家人，一时之间世界拢是心无义。甲安子说，爱开家好，念可林顿，祖国外马，有定定嘛是客人机密。到美国，到底是啥物原因？大家用心，大家好。还有那个客家的硬干精神，然后推广客家话。以前客家人不敢讲客家话，现在变成闽南人、外省人都来学客家话。等于是说，客家这样一个族群被凸显出来以后，好像这个客家票就变成是一个在哪里他都可能可以稍微左右一下选情的那个关键，所以其实他们都会很重视这一群人的一些诉求。让冷战2年10字，全球挑战者客家政策的中央机关，会不会支持成立？客家电视开台成功。客家基本法草案修正通过。共号公播天台，亚哈张次开播。那原来台湾的族群概念发展的时候，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要打破族群之间的制度不平等。那这个制度不平等已经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已经被打破了。然后后来整个客家票在选举的活动当中，其实就一直被强调，或者是觉得它是关键的少数。客家现在很多的一些能见度或是一些制度上的那个，可能就是在这样一个一次又一次选举中的杠杆里面去争取到。经过几下时代的努力，客家族群总算有平等的语言权、文化权同参政权。要总算不是同客家的什么变起来，做得
大大方方行出去展望新嘅追求。不过，我哋台湾们睇嘅族群有平等權嘅事情，也嘅權利愛拿嚟做乜嘅呢？其实客家人作为台湾的客人，大概是清代的概念。哦，当时因为省份的区分非常明显，所以他被当作是客人。但是事实上，在日治时期，他就已经是台湾住民的一个部分，他早就已经是主人。也就是所谓主体，其实并不是我们讲的那么简单。所谓从偷渡客的客人，到了现在终于是主人，然后有投票权，倒不是这样。因为即使这样，如果所有的客家人都失去了客家的母语，传统的文化也没有了，那就已经不是客家人了，那还算是什么主人呢？法特看18年前，客人攀山过岭来到台湾，经过莫强用时期的挑战，写下了台湾客人面对运命的故事。强用来讲，在向世界各地嘅客人，同亲友记到自家嘅故事。無論係哪個版本嘅客家故事，都共同提出一個問題：愛讓我哋自家所在嘅兩塊土地上，韓國家深刻嘅了解自家嘅語言、文化、自家嘅族群價值，甚至了解自家到底係乜嘢。我想有一個問題，係每生意就愛對自家提問呢？也唔單唱係客家嘅議題，還係世界嘅議題。作為人類文明嘅一份子。台灣客家族群嘅經驗，提醒我哋去思考，做得相互尊重嘅理想，其實係一個漫長、困難，甚至無終點嘅挑戰。到目前為止，還有眾多跨越國家邊境嘅族群，咪都因為人口相對少數，還係愛持續面對。我係萬人，我對來嘅來，我係起來嘅有條問題。香港又發現到國家體制當地嘅侵犯每一個族群價值嘅時間，我哋要勇氣堅持，為各種族群都可以平等做主，犧牲自家利益嘛。香港願意認同其他族群老自家共樣按重要，讓佢符合人類共同利益嘅基礎。也是這，可能我哋要有資格講，我係一個世界上一個真正嘅主人。我係倆世界當中一個親地黨嘅主人。開多件，科技用本人無法度想象嘅速度建立新文明，影響到我哋嘅認同。喺網路上，我哋做得最簡單、最快嘅體制，以自家為中心，主動參與自家認同嘅社群，族群嘅意義、族群嘅連結，會因為安尼路變得各自有望。我哋有平等嘅發言權，每一篇發文，攏講成係我創造出來嘅，屬於當代文化嘅一部分，也有意味好啊！睇下個自家做主嘅進步時代，某個事情如充滿新鮮嘅機會，不過也都係全部嘅希望。我哋打出來嘅每一條資訊，自動變做演算數據，
人工智慧决定了看到的世界，那是事实的真相。我哋要创造的一个韩国强大的主宰体内的黑幕。万人做得利用伊呢，我用来做乜嘅呢？我哋为要变做本人操控嘅人，自家啥唔掂么？上来，我哋要面对嘅係個人主體嘅黃金時代，還係黑暗時代。烏托邦到底係面向未來，還係朝向過去？萬人係做人嘅討論研究，目前行到最尾，要愛開始嘅。